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15，箴言27章，伊在安尼讲：毋通为着明仔载要做的事夸口，因为明仔载会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毋知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毋通为明仔载要做的事夸口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全知、全能、全智的至高上帝。你查看阮的心，无任何代志，阮会通你稳重。主啊，求你监察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知伫阮内面有啥物的歹。求你光照阮，求你炼净阮，互阮通悔改来归向伫你。主啊，你是至高的上帝，总是你欢喜甲谦卑的人三甲伫地。主啊，你阻挡骄傲的人，总是赐恩予谦卑的人。主啊，求你互阮知谦卑，无骄傲家己，互阮毋通为着明仔载要做的事夸口，因为明仔载会发生什么代志，阮毋知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